主啊，2022年7月初8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传承无遮简单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列王记下卷第2章第1节到25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下卷第2章。上主特别用光烈仔风接以利亚上天的时，以利亚甲以利沙做伙离开吉甲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讲：上主找我去逼迫你着留踮遮。以利沙讲：我记永活的上主甲你的性命咒诅，我一定无要离开你。因两个人就做伙落去逼迫你。逼迫你遐个先知的学生出来见以利沙，对伊讲：上主今仔日要接你的老师离开你去，你知无？伊讲：我知，请恁恬恬。以利亚甲伊讲：以利沙，上主找我去耶利哥，你着留踮遮。以利沙讲：我去永活的上主甲你的性命咒诅，我一定无要离开你。因就到耶利哥。耶利哥遐个先知的学生来以利沙遐，对伊讲：上主今仔日要接你的老师离开你，你知无？伊讲：我知，请恁恬恬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讲：上主找我去约旦河，你着留踮遮。以利沙讲：我去永活的上主甲你的性命咒诅，我一定无要离开你。因两个人就做伙去。有50个先知的学生缀因去，远远徛伫因的对面。因两人徛伫约旦河边。以利亚将伊的外衫卷起来，拍河水，水就分双平。因两人行踏地过去。过去了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讲：我受接离开你以前，你爱我为着你做甚物，你着甲我讲。以利沙讲：求你将感动你的神加倍互我。以利亚讲：你所求的真困难，毋过我受接离开你的时，你若看中我，就会得到；若无，就得袂到。因哪行哪讲的时，忽然有火箭车、火马将因两人隔开，以利亚就坐光烈仔风受接上天。以利沙看到就喊讲：师傅啊，师傅啊！以色列的战车甲马兵啊！后来以利沙无搁看到以利亚，就将家己的衫拆做两爿。伊捡以利亚加落落来的外衫，倒转去徛伫约旦河边，用迄领外衫拍河水讲：上主以利亚的上帝伫倒位？拍水了后，水就分做两爿，以利沙就过去。以利沙对面遐个耶利哥先知的学生看到，就讲：感动以利亚的神临在伫以利沙啦。因就来迎接伊，拍倒伫伊的面前。因对以利沙讲：你的仆人遮有50个勇士，请你允准因去找你的老师。可能上主的神带伊去，甲伊迄伫某一个山，还是某一个山谷。伊讲：毋免找人去。因一直甲以利沙孤城。以利沙互因逼甲真为难，就讲：恁通找遐个勇士去。因就找50人去，找3日，找拢无。以利沙伫耶利哥听候，因倒来了后，伊甲因讲：我竟无甲恁讲，
毋免去找。耶利哥城的人对伊丽莎讲：“先生，照你所知，这城的地势真好，毋过水质真歹，土地袂生产。”伊丽莎讲：“恁用一块新的碗，对盐摕来互我。”因就摕来互伊。伊去到水泉遐，将盐倒伫水里，讲：“上主安尼讲，我医好即个水，这水袂阁互人死，嘛袂阁互地无生产。”迄个水就变做好水，到今仔日，拄照伊丽莎所讲的话，伊丽莎对遐上去伯特利。伫路年得行的时，有少年人对城内出来，甲伊踢笑，讲：“秃头的闪走，秃头的闪走。”伊回头甲因看，奉上主的名咒诅因，就两只hin母对树林出来，拆伫因中间42个少年人。伊对遐上加利山，搁对遐倒去撒玛利亚。传承无遮简单。当上帝要用广烈风接以利亚上天的日子临近，这位伟大的先知三遍要求以利沙留落来，你着留踮遮。毋过，以利沙三遍坚定回应：“我一定无要离开你。”对结果直到约旦河，以利沙甲伊的老师对调调。这毋是一偌轻松的旅程，因为沿途的众先知不断提醒：上主今仔日要接你的老师离开你去，你知无？每一遍提醒拢亲像一支刀，刺插着即将失去老师的心痛。但是伊丽莎无退休，伊知影真正的传承需要付出代价，毋是金钱，是忠诚、坚持甲舍己的代价。当伊利亚问讲：“我受接离开你以前，你爱我为着你做甚物？”伊丽莎无要求物质的祝福，也是世俗的地位。伊直接讲出内心上深的渴望，求你将感动你的神加倍互我。这个请求源自《申命记》21章大囝继承双倍产业的规定。伊丽莎毋是想要爱比以利亚搁较伟大，是谦卑请求作为属灵大囝的继承权。伊深知，若无对上帝来的能力，就无法度完成以利亚未竟的使命。以利亚回应：“你所求的真困难。”这个话是肯定，也是提醒。属灵的权柄，毋是人会当互人的，是上帝的恩赐。台湾泰雅族有一个动人的射日头传说。太古时代，天顶有两粒日头轮流照射，大地无乌暗暝，炎热艰苦。有3位勇士决定要去射日头，毋过因知影旅途遥远，家己可能无法度完成，所以因每一个人按一个圆仔出发，沿途种橄榄树。会若行，会若教囡仔射箭的技术。第一代勇士伫路年渐渐衰老，最后拢死踮旅程中。但是因爱的圆仔已经长大，继承使命，食着前辈种的柑仔，继续进前。落尾甲一个日头射落来，互天地有日暝之分。族人通得安居。这个故事甲以利沙的传承何等类似啊！真正的传承毋是一代人的代志，是世代接力的信心之旅。
台亚勇士爱婴仔伊利亚训练123。第二代勇士完成射日头的使命，123承接上辈的圣神感动。两个故事拢在讲述，传承是为着互人得到平安甲祝福。今仔日咱也徛踮信仰传承的行列中，咱是毋是愿意亲像123共款，付出代价步步军队？是毋是敢亲像伊共款，大胆恳求属灵恩赐的能力？传承将来无简单，伊需要忠诚的军队、谦卑的学习、舍己的付出，以及对上帝恩典的完全倚靠。当咱愿意安尼行，就亲像台亚勇士的后代完成射日头的使命。咱也会当成做即世代的光，甲美善的真光传递互下一代，互搁较侪的人得到平安甲祝福。日想，我是毋是愿意亲像123共款，付出代价步步军队主？还是简单想爱得到祝福，却毋愿意承担使命？我是毋是愿意亲像123共款，付出代价步步军队主？还是简单想爱得到祝福，却毋愿意承担使命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赐我忠诚的心志和承担使命的勇气，会当将真光传承落去，互搁较侪的人得到平安甲祝福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